相隔幾年，城巴8900再次行走西隧過海路線 930X。當巴士準備駛入愉景新城巴士總站時，有大批巴士迷衝出馬路，準備拍攝巴士入站。城巴唯一一架 Scania K280UB 今日行走一轉 930X 來回，車上載有超過40名巴士迷。當巴士駛入愉景新城巴士總站時，有大批巴士迷衝落車拍攝巴士。呢部巴士到達總站後，曾短暫熄牌，及後開啟往銅鑼灣方向電牌。多人舉起手機拍攝巴士。總站有超過30名巴士迷排隊等候上車。巴士客滿燈被開啟。翻查資料，呢架 Scania K280UB 巴士車隊編號為8900，車牌 PX3555，車齡約14年。呢部巴士為無添加巴士，主力行走以小西灣南灣半島為巴士總站嘅巴士路線，近年較少行走過海路線。